Hello，我係 Mark Sir。我今日咧就想做呢個跟讀練習嘅簡介俾大家，因為咧以後咧我就會推出一系列嘅跟讀練習嘅短片嘅，就俾大家練習你哋嘅英文。咁但係未做之前咧，我就想介紹一下跟讀練習咧，睇起上嚟好簡單，就好似喺運動場嗰度跑圈差唔多，係好重複嘅，但係效能咧係多方面嘅。能夠同時提升我哋聽、講、讀寫同埋生詞各方面嘅能力。跟讀練習係有啲步驟嘅。第一步咧，我哋就會先聽個錄音，就睇下內容嗰啲生詞，跟住咧就喺睇嘅時候咧，就找出生詞嘅讀音或者佢嘅音節。其中咧遇到一啲難嘅字咧，就要將佢讀寫數次，按照佢哋嘅音節一邊讀一邊寫，唔使寫得好，只要寫得快，盡量做到我手寫我口。好啦，解決咗啲生詞之後咧，我哋就再聽個錄音，睇住個內容，心裏邊咧就可以跟讀啦。跟讀嘅時候咧，注意力咧要放喺耳朵，就唔係放喺你個口，係盡量聽佢個讀音，唔係聽自己讀成點。第四部分咧，當你有信心嘅時候咧，就可以開口嚟讀，跟住個錄音讀啦。注意你嘅注意力咧，依然係放喺耳，就唔係放喺口嗰度。你可以用錄音器材將自己嘅朗讀表現錄下來，跟住自己以後再聽翻。學習嘅進度咧係唔使急嘅，盡量好似自己練跑咁樣，自己跑得幾多就幾多。學跟讀咧，亦都係要按照自己嘅感覺調節學習嘅速度。不過每次嘅練習咧，最好唔好超過半個鐘頭，因為會攰啦，同埋會悶。做嘅時候咧就保持輕鬆學習，但係咧就要持之以恆，自然好快咧就會睇到成果㗎啦。好，今日我嘅分享到呢度為止，拜拜。